跨黨派嘅國會議員咧，會喺今日6月11號咧喺國會提交一項動議，就係呼籲加拿大政府授予已經喺香港監禁咗4年半嘅香港商人黎智英加拿大榮譽公民嘅身份，咁而再次咧說服香港特區政府能夠早日釋放佢嘅。到底點解會有呢一個嘅動議呢？通過嘅機會又大唔大呢？今日好高興咧請到咧係有份推動同埋支持呢一項動議嘅港加聯前會長馮玉蘭咧，同我哋傾下㗎。係啊，歡迎你 Gloria， 你好。多謝你嘅訪問。唔該晒你嘅時間先。嗱，講講點解即係幾個黨派會有咁嘅即係構想啊？就係話聯手希望推呢一個動議咧，將呢一個嘅加拿大榮譽公民身份咧頒俾黎智英咧。今次所有嘅政黨一齊咧，共同去推動呢個動議咧，其實咧最主要咧就係第一，黎智英先生咧係代表住而家全球最具知名度嘅政治犯啊，即係佢嗰個為咗守護香港嘅自由、法治同埋呢個民主，而喺國安法通過咗之後，仍然堅持留守喺香港呢個勇氣同埋精神咧，係受到加拿大同埋全球各地嘅認可嘅。咁第二咧就係因為黎智英先生咧就喺被捕入獄咧，至今已經係單獨囚禁咗4年半，佢個身體健康咧亦都每況愈下。有一個非常之嚴重嘅糖尿病，如果再繼續加判嘅話咧，好不幸，黎智英咧可能會死喺獄中。所以基於一個人道嘅精神咧，其實加拿大各個黨派咧覺得應該係俾佢保外就醫嘅。咁第三點咧，亦都同我哋嘅經濟繁榮好有關係，因為黎生咧原來喺呢個安省啊，特別係南安省嗰度咧。佢有超過1億元嗰個投資，唔單止喺酒店同埋呢個地產同埋其他各行業有投資之外咧，佢亦都同加拿大咧有一個非常之緊密嘅關聯，因為佢個屋企人媽媽姊妹咧，其實都係喺呢個安省嗰度，所以今次咧。佢哋所有政黨聯埋呢個國際嘅律師團隊咧，係呼籲加拿大俾佢榮譽嘅公民身份，係對佢一個肯定，亦都係基於人道精神。咁啊，雖然今次嗰個動議係獲得即係跨黨派嘅支持啦，但係實際上你覺得通過嘅機會大唔大呢？因為睇翻記錄至今為止啊，其實能夠加拿大發到呢一個嘅榮譽公民身份咧，只係得7個人嘅啫，包括前南非總統曼特拉啊、呢個巴基斯坦嘅即係婦女權益嘅活動呢個嘅馬拉拉同埋達賴喇嘛等等，其實通過嘅機會大唔大呢？我哋係保持一個樂觀嘅精神去睇今日呢個動議嘅通過，我哋覺得通過嘅機會仍然係非常大，因為黎智英先生喺過咁多年，佢對香港同埋國際嘅貢獻咧，大家係有目共睹，尤其是同我哋加拿大嘅關係，對我哋嘅經濟繁榮，亦都做出咗咁卓越嘅貢獻咧。其實加拿大咧給予佢呢個榮譽公民嘅身份咧，係絕對不為過嘅。OK， 嗱，如果真係通過到你覺得係咪真係能夠有幫助到即係黎智英嘅獲釋，或者能夠即係保外就醫咧？肯定。尤其是而家加拿大咧，啱啱即將要召開呢個7個高峰會議嗰個國際會議。咁而家咧，因為所有好多歐盟嘅國家同埋呢個美國咧，亦都係對黎智英咧係非常之肯定嘅，所以喺呢個時候咧，我相信咧應該係一個最佳嘅時機咧，係加拿大咧可以以呢個保外就醫嗰度咧，提供黎智英可以過嚟加拿大呢度定居，亦都俾個機會咧。其實我就覺得咧，就算係中國咧，應該可能俾佢出嚟嘅機會亦都存在。因為而家中國亦都係樂於喺而家國際地緣政治動盪得咁緊要嘅時候咧，佢亦都好想去展示佢作為一個國際領袖嗰種嘅風範。
非常之好。咁啊嗱，除咗呢一個動議之外，即係你作為即係關注嘅團體啦，咁其實喺民間或者喺個社區方面，你哋做啲咩嘅跟進工作？希望繼續即係話施壓又好、遊說又好，希望即係話唔單止係黎智英，甚至係其他而家仍然喺香港嘅獄中當中嘅一啲嘅朋友，點樣可以幫助到佢哋獲釋咧？其實我哋針對黎生呢個保外就醫同埋呢個榮譽公民嗰個動議，如果通過咗之後咧，我哋港加聯咧一定會即係出呢個聲明咧，去肯定翻我哋所有政黨嗰個努力，同埋我哋加拿大政府嘅努力。另外咧，我哋喺未來咧，亦都會繼續喺我哋香港人嘅社區嗰度咧，係去即係大力去宣傳黎智英先生嗰個貢獻，亦都俾大家咧更多地了解翻佢個香港精神。明白。OK， 好，唔該晒今日 Gloria 嘅時間。咁我哋希望咧呢個動議真係能夠通過，亦都真係俾到黎智英呢一個嘅加拿大嘅榮譽公民身份嚇。OK， 有機會再同你傾偈。唔該晒 Gloria。多謝。Thank you， 好，拜拜。剛才咧係同港加聯嘅前會長馮玉蘭呢，同我哋傾下跨黨派國會議員呢係動議呼籲加拿大政府授予香港商人黎智英加拿大榮譽公民身份呢一個嘅問題㗎。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啦，稍後仲有其他環節，轉頭見。